大家平安，欢迎收听十一月初9的迦南之声。我是优破牧师，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奇异恩典，主的怜悯。我们要读马太福音9章1到38节。我们先来读今天 RPG 的金句。他看见一大群人，就怜悯他们，因为他们困苦无助，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。马太福音9章35节。看见许多的人，就怜悯他们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正在苦难当中流离失所，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，放任他们自生自灭。因着耶稣他看见了人的需要，所以耶稣怜悯他们。耶稣怜悯众人在旷野挨饿，所以他行了5饼2鱼的神迹，喂饱了5000人。耶稣因怜悯，让那患癫痫病症的孩子，还有爱子心切的父亲，便行了医治的神迹。我们看到这怜悯在4福音书里面共出现过16次。在怜悯的背后，跟随着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。经文告诉我们说，耶稣他走遍各城各乡，在会堂里教训人。一方面传讲天国的福音，不是只有知识上的，他还服侍他们，医治各样的病症。他看见许多人困苦流离，在劳苦重担的里面，没有人关怀他们。所以呢，我们看到他对门徒说，要收的庄稼多，做工的人少，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。耶稣道成肉身降世在这个世界的目的，就是为了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，他也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所以呢，他在世上服侍的时候，对救人的工作非常的认真。他走遍每一个城市，在会堂里教训人，他宣讲天国的福音，也医治了各样的病症传扬他肉身灵魂坚固的福音。以上的经文使我们可以知道耶稣对世人、对罪人的态度。世人的心思意念时时刻刻都注视在这个世界，所以我们的眼目在这今生的情欲骄傲，无时无刻都在注视的这一些世上的价值、名声、地位、高官、厚禄。马太做见证说，当耶稣在各城各乡宣传天国的福音的时候，他看见的不是这些，他看见的是这些人，他看见的是这些人是有罪的，是软弱的，是需要拯救的，是需要安慰、需要怜悯、需要关怀、需要医治的人。当时选民在罗马的统治之下失去了自由，受尽了各种的压迫。耶稣看见就怜悯他们，因为他们活在那个痛苦当中。怜悯原来有共同忍受和共同承担的意思，没有错。耶稣基督对群众的怜悯，并不是只有给他同情，乃是有共同忍受，或者是体验到群众的痛苦，共同负担了群众的重担。就好像先知以赛亚所说的
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，他背负了我们的痛苦，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苦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。因他受的刑罚，我们得平安；因他受的鞭伤，我们得医治。我们都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己路。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。这是在描写耶稣来到世上所要做的，所要承担的。所以我们看到，借着看见人的需要，耶稣他运用他的权柄，他赦免罪人，并呼召他们离开罪恶，亲近这位慈爱的上帝。他也医治了一切的疾病，这些患血肉的啊，瞎眼的啦，瘸腿的啦，被鬼附的啦，让我们看到他赶除污鬼灵界的这些邪灵，也让我们知道这些的灵界的都是在他手中。他使忧伤的人得安慰，使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得安息。他使人在被辖制、被捆绑的当中得着自由。这就是我们所认识的耶稣。耶稣他是主，他是掌管万有，因为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在他的手中。所以我们知道，在他没有一件是难成的事。所以我们看到，借着看见人的需要，耶稣他运用权柄，他赦免，他呼召，他亲近，他医治。在这里我们看到，他的权柄运用是要使人得祝福。所以今天耶稣也呼召我们，有没有看见他所看见的？有没有像他的心肠一样有怜悯的心肠？当这些周遭人有这些的痛苦的时候，我们有看见了吗？当我们看见了，我们有像耶稣怜悯的心肠吗？我们真的知道不容易哦。那求主赐给我们，不只是看见这些人的困苦，也有耶稣给我们怜悯的心肠。我们可以操练学习，借着祷告服事，坐在他们当中，让上帝的爱彰显，所以使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得平安，可以得安慰，可以得医治。我来默想耶稣他走遍各个地方，看见许多困苦流离的人，这些人没有人关怀，他就怜悯他们。你是否也看见耶稣所看见的，存着耶稣怜悯的心肠呢？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你是怜悯的神，你看见我们的无助，我们的软弱，你看见我们的困苦，看见我们的流离，因此赐下让我们得怜悯的管道。所以耶稣他降世为人，他也成为我们的救主，给我们借着信心信靠，可以经历医治，得安慰，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施恩座前，为了就是要得怜悯，在亲近你的当中，我们享受在主你的爱的关怀牧养。感谢主，也求你赐给我们有你的眼光看你所看，赐给我们有你怜悯的心肠，怜悯你所怜悯的，使人因着我们愿意服侍，愿意借着祷告来帮助他们得着你的怜悯。谢谢耶稣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，也让我们有更多的动力，愿意去服侍。我们这样祷告，
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感谢您的收听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与人分享。我是尤伯牧师，祝福你拥有耶稣怜悯的心肠，看见耶稣所看见的，也能够成为上帝赐福这世代的管道。我们明天再见哦。